来这个统计数字，原来爱真重视。前这2天有一个者22岁女歌手，这个前途当咧大好，竟然是跳楼来轻生。卫福部的统计，过去这3年来，15岁到24岁青少年轻生的人数增加33.2%，有轻生企图的更加到62.9%。这个想袂开的少年囡仔是愈来愈多咯。 家人单程顶个月开直播，讲查某囝伫咧学校被同学欺负，查某囝伫咧边仔佮挡袂掉哭出来。我有表现的不在乎，我有表现的不是不在乎，好在你愿意讲出来，爸爸真的很感恩你讲出来。我原本不敢讲。阿拉家人6元期的查某囝，学校敢若对伊无好，互查某囝无想要搁去上课，欺负我们，然后反过来要我去检讨，说我破坏了校誉这件事情，我觉得真的要还我们一个公道。 为了保护查某囝，6元期敢来当替查某囝转校，都含家庭的囡仔容易发生被欺负的情形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青少年的自杀通报，为107年的193个人，增加到257个人，增加3成。有想要自杀的人嘛，增加到6成2。自杀嘛已经正做12岁到17岁少年仔的第3大死因。全国自杀防治中心讲，青少年自杀是潜在看到的问题，包括感情、功课压力、网络领地、学校领地，还有精神病，亲像忧郁症、躁郁症，拢是伊的原因。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去找朋友谈这件事情。全国都有不同的心理求助专线，或者是比如说张老师文教基金会会有自杀防治专线。 尽量去找资源求助。想要自杀的少年仔，敢有1成会去找辅导老师；关于7成5的少年仔，要甲家长或者是老师讲。专家嘛建议家长、老师应该加关心囡仔，主动甲因斗相共，才能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。